无啊，安尼才开始。啊，你毋是要唱起？啊，唱起来！你开始啊！我要唱起来，我要唱起来，我要唱起来！真正是吼。我要唱起来。你是上届来宾的时阵，大家无看到，大家无听到。无看到。游戏暗暗，奇怪，我坐的即个位哪会遮空？边仔是毋是应该搁爱有一个人咧？这个人到底是啥咧？好，今仔是咱的小盖，咱的来宾哦，是咱的乐天宫的第一高写 BL 的美少女吼，陈律心。请甲大家，请甲大家小姐们。你莫干那笑啊！你嘛是讲一寡话。大家阿门口罩，我是律心可可乐哟。OK。好，对，免唱啊。好啦，马铃薯暗暗。马铃薯暗暗。大家有 surprise 的感觉？有。无你也是。我是无啦，我毋知影大家安怎想啦。有啊，好 ，Ruby 啊，心情无用啊，游戏讲无呢。这方面怪怪，太，这就是甲长的，就是同一个系列啦。哦，你咧学迄个，我嘛会要。足困难的。你平常时要咧练习你的目睭。是安怎平常时爱去练习？你叫是迄个吼，迄个啥物？猪目睭就是爱有练过才会较好食的。应该毋是即个意思哈。应该毋是啦吼。哈？点入来进前方面写突发。毋过我偷偷看是正常的呢。敢会是啥物 bug？ 听讲最近 YouTube 真是较奇怪呢。等，美容啊！你讲敢若阮两个要生，你搁想看卖？你搁想看卖？你搁想看卖？你才要生，你规家伙仔拢要生。我敢会当安尼甲新疆朋友讲话？应该是袂使。可能你的 YouTube 臭臭。什么意思？有一直拢真奇怪。ET 暗暗。ET 暗暗。暗。莫安啊，其实。是安怎？是安怎要生气？反正伊无共时区啊。安尼。对无？是安怎大家拢是写突发？方面写突发，毋过就是我收到的通知是正常的呢。哇，安尼真是有 surprise 哦，应该是 YouTube 感应到，就是等下律心会有即个 surprise 吼，这嘛是一种突发。好啦，对，好，所以咱今仔日要创啥咧？今仔日要写。要写。BL 的小说。应该是吼，就是咱的有声有播一支影片吼，教大家安怎来，毋是教大家安怎生囝啦，就是教大家一寡生囝会用到的代志。应该会当安尼讲吼。比如讲三房。医生。毋是讲生囝用到的代志。三伯。好，继续。我哪会感觉这方面其实是律心较了解啊？你是毋是教了佫较好啊？毋是啦，今仔日小说毋是要写即个部分啦，写即个部分敢有人爱看？有啊。便宜的我好看咧。倒位好看？你甲我加一个。你是讲你会写讲啥物主角出现的时阵，都有一个地基主去甲看，讲你哪会写甲拿迄个羊角刀共款，足可怜。哇，你要注意呢。毋知影是为倒位听来即个故事吼，我嘛毋知。好啦。小。毋知影为虾米读袂出来啊？比如讲。
别讲甲我哪，我缩掉诶。我以为甲你地死安尼。好，因为惯性做大心吼，大概毋是入心的心，莫想到奇怪的所在去吼，就是因为惯性是一个替大家设想的一个温柔的人吼，所以我有甲大家整理昨个影片内底学到一寡台语词吼，咱就简单来看卖吼。无三宝，无病院，无问题。走山书，你真是做了解呢。好啦，房间大吼，就是伫房间内底会做的代志，大家知影吼，应该都是遐的代志，对无？拍电动啊，食宵夜啊，好，搁有啥？间房、工房、合房，这较文言对无？这讲有较文言，是有搁较文言的啦，毋过若是搁较文言，可能就真是会听无。你甲小比真正是较文言对。爱比伊搁较无文言嘛是，介厉害吼。好，搁有这高杯奥卡，其实我惯性上介意即个奥卡，就是毋知影安怎讲，就是足具体呢。有淡薄仔伤过具体啊。其实吹过我就较无了解是安怎叫做吹过。奥卡练喙手。OK， 奥卡练喙手 OK。好。你欢喜就好吼。好。我感觉这3分啦，3分。好，4分好啊。奥卡练喙手。OK，搁讲一摆就变2分啊。好，吹粿其实我较无了解，即个吹粿是安怎做吹粿，毋知影律心敢有一寡想法。其实我实在是无介清楚呢。毋过我知影就是有人讲过粿啦。甲糊的意思啊。对。毋过我毋知影是安怎叫做吹粿。我有想到就是即摆若像有人咧讲别人的，就是肉体迄个皮肤幼咪咪的。要讲即个代志的时阵，其实就有人会讲，迄看起来其实有淡薄仔像过的迄个，要安怎讲？材质，敢要安尼讲？毋是安尼讲吼，所以可能吹过就是为遮来的，我无确定啦，知影的朋友会使讲一下吼。若是有人知影。对。无咱会当请即个上专业的武生，甲咱教一下好无？对啊，这你的专业。你毋是这个叫啥？小先生。这上高小搁想看觅，是教人烧还是教人？教人。哇，这嘛会使。OK。哇，好，无等下写即个小说，你就用鸟仔话来写。无啦，人哪会看有？孙餐水空气掠鸟纳水，这就是用一寡生活方面的做的代志来讲嘛。这就是我伫细汉时阵较有听人安尼讲，毋知影咱的 idol 就是细汉的时阵，咁细汉时阵嘛听无，就叫是讲迄个空气真正是。细汉的时阵就是阿母叫你去吹粿，你就是吹粿咯，就去吹粿啊。无阿母会叫你去吹别种粿呢？阿母叫你去吹粿，一定是真是咧吹粿啊！你是咧讲啥啦？你搁想看觅呢？理论上一定拢是，就是阿母讲要吹粿就吹粿啊，阿母讲要纳税就真正要纳税啊。对，无啦。是讲迄个有时啊，就是囡仔人会问啊，就会问讲，是安怎暗时阿爸阿母遐吵是咧创啥？有诶就应讲啥物？会咧抬猪啊？就真正会叫是迄是咧抬猪。
细汉时阵都足单纯的，哪会知影遐济？这有啥物好笑的？我总认真的。我就是想讲，就是毋知影到底是安怎会有种，就是。这叫啥物？顶较注意咧。好啦。阮有声顶较注意咧啦。注意啥？莫互咱吓着安尼。Yellow 暗暗狗炸。哦，玉清嘛伫。无啊，咱今仔日嘛无一定要写有声嘛，对无？对啊。看有声的表现。啥物叫做恁阿母是伫？应该是咧讲头拄仔迄个台是无？无吼，反正毋是阿母咧叫，反正是阿爸咧叫。我真正做怀疑，我敢是就是上毋着节目啊。其实我嘛感觉我上毋着节目啊，是安怎一开始会有即种节目？这一切都是一个错误，好无？好啦，上尾是即个有声上喜意的花色嘛。就什么？花色的有影较，就是较好听。对啦。啊，哪像嘛有人会讲上好。嘛有人讲烧烂嘛，毋过烧烂就是。有时啊是真是。平常时嘛会烧烂嘛。对，有时啊会伫大家面头前烧烂。对。好。啊，遮内底律心敢有上喜意倒一个啊？律心上喜意炊粿啦，因为粿就好食嘛，对无？哦，OK， 所以你就会想着食的，人咧甲你讲迄桩代志的时阵，你就一直巴肚枵。对啊，若是讲掠猫会当换做掠透抽啊，还是掠啥物？我就会惊迄啊，对无？好，安尼真正是免问呢。好啦，对啊，暗安。哦，有声讲较介意，毋是介意。好，安尼就。较介意，毋是介意。奥迪卡暗暗狗仔。啊，奥迪卡。好啦，咱今仔日吼，就是要来写一个小说，你哪会加一句？你是讲要用空笑话写？我是讲笑的，毋过好啦，对，我讲笑的。好，无要紧，欢喜就好，好，咱赶紧来开始写吼，惊讲会写袂了。哦，你安尼真正会互人误会，毋过好啦，无要紧。好，你也来围观生囝。好，来好啊看卖，见证即个生命的奇迹。奇，敢是网络无好？啊哈！我这敢有？看起来是顺的啦。天兵屁！搞早。好。你安怎？哇！哦，你。哦，好，有声搞早。对呢，头拄是毋是？啊，是咧讲天灾屁。OK。好，我就是有照即个照例吼，咱就用即个抽牌啊来决定。等下爱讲啥物款的角色哦，啥物款的角色，啥物款的？袂记即歌词啊。Saki 啥物款的？好，别问天马对风尘。OK， 真正是idol吼，idol 就是无共款。好，啊，等下咱就是插牌吼，是安怎会有庙公放景啊？这我藏的。这你藏的。其实内底嘛有一寡是我藏的，所以等下有做者 surprise， 好无？好 ，surprise， 好啦，你就是来插牌吼，抽一寡有诶无诶来迄落。好。这敢有啥物是有诶，还是拢是无诶？毋是迄个意思，无我换一个讲法吧，就来抽遮诶5、4、3诶，啊，倒一个是5，倒一个是，OK。啊，你敢有读过迄个做啥？搬喙诊？有啊。就是迄吼，你是咧讲迄吼？1、2、3、3、1、1、1个1、1、2、3、4、4、3、1、3、1、1个1。啊，就是为安尼啊，一直到迄个。得下林冠轩。我做认真的呢，细汉的时阵我阿嬷甲我教的呢。
偏地啊偏地啊。哦，你敢若会晓1、2、3、4，啊，算到5就袂晓算啦。会晓啦，6啦。讲笑的啦。好啦，赶紧来抽吼。伫办公室。啊，看会有淡薄仔正常。淡薄仔正常哦，好。无啦无。你哪像真了解嘛？对。先抽了就知啊。大家知影，陆心其实是有读做者册，啊，毋过读的是啥物款的册，就无方便讲咯。温柔的。温柔的讲。温柔的，袂歹。强势收。强势，哎呦喂，哎呦喂啊！哎呦喂呀！哎呦，树花鬼，这冠星上介意的。倒一个是树花鬼咧？应该还是公啊，应该公还是树花鬼哦。你先抽后一个再来决定。好。后一个职业再来决定。鸟耳，这啥物人蛙系列？你决定。大家感觉咧，就是是要开投票呢？唔免。要开投票嘛是会使，互大家参与啊。对吧？嘛是会使啦，嘛是会使。开一下投票啦。好，先看卖这边安怎讲吼？啥人啊？倒一个是公好啊？倒一个树花鬼，还是鸟耳的人？对。鸟耳的树花鬼。哦，要安尼嘛是会使的啦。无，伤济啊。自信有淡薄仔伤济吼。竟然感觉有心细声。我家己转。毋免，我家己转就好。好，会使，应该差不多。啊，你敢会伤大声，还是伤细声？我听是正常啦，大家若是有感觉伤细声，才甲我讲。鸟耳、内裤、咪咪。因为今仔日吼，就是这主题啊，我实在是真欢喜会当来这参与啦。啊，毋过吼，就是头拄有人讲家己伤大声。头拄有人讲家己上毋着节目。对啊。即摆个。毋知影啥怎甲我邀请。因为咱是好同事、好同事兼好朋友嘛，当然是爱邀请一个对无？无毋对啦。你头拄有迄个吼？啥物意思？你是咧气嫌即个节目是？倒一个是强。我会当投票呢。你投啊，大家发表家己的意见。伫等待大家投票的时阵。是安怎？你阁无法度投啊你？毋是，即摆选情。选情甲大家报告，目前是竟然是鸟耳较领先吼。毋过其实差不多呢，一个56%。差不多啊，无要紧啦，安尼就鸟耳的做，这是鸟耳的做强。好，安尼就决定啊。好 ，end call 啊，变50啊，无要紧。头拄仔讲鸟耳就鸟耳。头摆投票的时阵拢是安尼。拢是迄个上尾就是拢是伫收官的时阵，雄变做。对，足刺激的呢，嘛袂歹啊。刷来是即个，这都啥袂记即啦？发生的代志，个别。哇，真正是足适合做一个开头吼。那安尼？会使来写对无？个别，对，会使。大家会记吼。我甲拍伫即个。我想继续，互大家看小说。办公室。这个叫做温柔讲。温柔树鸟耳对无？对，爱交换对鸟耳。加这个强势树花贵收。树花贵收。树花贵收。毋对。咧个别。个别。好。
就设定的部分。有声咧问讲无要抽是啥人哦？就是啥人？所以原底其实咱是爱，什么意思啊？原底庙公是咱爱伫4个代理人内底抽的意思呢？这有了危险哦。毋是啊，但就心无伫这个范围内底呢。安尼就是3个抽2个，安尼其实直接抽上卖入去较好。我是感觉啦，有在场的人无适合，互写伫内底啦。无安尼就是球员兼裁判呢，对无对无？无伫内底，扣掉我甲你，就剩有声甲新川嘛，甲迄个啥，庙公哦。阁有庙公哦，庙公有2个啊。请问庙公敢会当做四会鬼？哦，你爱确定？好啊，四会鬼。啊，毋过哪像伊其实平常时啊，是互咱四会迄个呢。你有输我无输哦？你搁想看卖啊？伊个卡棒，就是伊个卡棒，伊个钱包啊。是安怎1.4啊？活力拢无咧，抽信众好，民勇直接当选好无？就安尼。我惊红哥啊！伊讲的呢？哦，无声甲无声。这袂歹啊。无声甲无声袂歹。袂歹，啊明仔载是上要甲画出来啊，那像是无声。无咱规气啦，规气心川甲心川啦。自卫兄。那安尼一开始，所以即马是，即马大家较想要看，大家较想要看，我看大家笑甲足欢喜啊！毋过毋知影是笑，毋知影笑甲足欢喜是想要看倒一个意思。有声啊有声，画本色物件，垃圾物件。垃圾，对垃圾。安尼有声你应该袂感觉家己是垃圾物件对无？那安尼就是安尼就敢若会当写有声啊，安尼上安全。有声含有声。好，先安尼。这到底是啥啊？伊家己爱画出来呢。就是好，这个故事就是，有声甲有声伫办公室，甲有声隔壁。对。等下你头拄仔讲啥？有声甲有声伫办公室，甲有声隔壁，那有3个有声？安尼有3个，安尼请问敢有第4个？哦，第4个是。温柔鸟耳有声讲，甲另外一个强势四火鬼有声秀隔壁。咱哦，有声。哦，这你真正会好过呢。我 I follow you。I follow you。I worried about you。是啊，现在有中有声啊，你我。对，莫牵拖别个有声好无？对咩？安尼无好啦。哈？无有声啊，对啊，伊是无有声啊。哦，对，哈伫听到即个原底的声，雄的反应袂过来。无有声甲落有声安尼。哦，秀蹦是啥？好啊，莫讲有声啊，安尼就写迄个全名就袂误会，好无？好。这无有声含无有声。啊，即个故事要安怎开始咧？先。所以是无有声是讲，还是落有声是讲？毋是啊，就什么立场是落有声，敢若会当是受呢？落有声。安尼。所以2个人到底有倒位无共？啊，一个是姓罗的，一个是姓罗的。罗。哇！安怎无罗？想想着吼，安尼无共姓，会当结婚？会当结婚。毋是啊，恁敢知影？就是有个人啊，介意的是相助的这种设定。有听过。就是对。咱是毋是应该爱互伊尊重？就是咱爱用一个我们呢？原底的字应该会较好，伊会较袂遐受气，较袂甲咱过，应该是安。我无确定呢，无多确定。啊，好。
哦，有人甲咱教吼，就是写一个啊，哦，若准我伫遮，我说哦好，你拍。鸟是变的，若有相共，若有其实相我有印象中，我之前敢若有看过一个倒仔耍，是咧写故事的。嘿，毋知影大家敢有？毋知影敢是真久进前，就是看过即种故事，毋是故事啦，看过即种倒仔耍是白仔哦，啊，就是伊就是写故事的，写 BL 的，佫有即种 game 应该啊有吧？我有印象中。哦应该有啦，印象中有。对，making BL，哦，恁会使要安怎讲？会使阿叔有买，好，恁会使加交流一个啊？啊，迄是要安怎算啊？算？迄敢有啥物规则？会敢有，伊有就是伊有啥？有角色的牌，啊，就是伊内底有一沓角色的牌，嗯啊，佮有我有印象中有一寡剧情，啊，逐个人拢有，就是手顶面拢有一寡，这叫做迄是啥？就是一寡设定，也是故事，也是啥物情，就是发生啥物代志。哦，拢是牌啊安尼呢？对，啊，你若出到一个底的时阵，敢是甲牌啊用了，安尼就算是你赢安尼。我有印象中会当直接，就是有人的牌会当直接画停，就是啊，故事就到遮。哦，安尼哦。对。这互我想到一个淡薄仔像的，叫做《Once Upon a Time》，迄嘛是倒仔耍，嘿，啊嘛是讲故事的。足久以前。对，毋知影大家敢有算过？啊，迄嘛是你手底的牌啊，你手内底的牌啊，就是互你摕来讲故事，啊用了，搁爱大家人会发一张迄个家己的结局，啊你讲了爱甲你的故事接到迄个结局去。安尼才会赢。嘿，对，哦，佫有规定爱算几连。对呢，若是即马，你可能算即马，啊随着啪，随着甲讲了，安尼人就免算。有一天就有声含落有声。啊，开始啊！就结束啊？啥物啦？这敢算是一个故事？结束吧。这连一个迄个。轻小说的迄个，迄个册名拢无够。对，至少爱有轻小说册名的长度。对啊，上无爱有册名，迄个长度。是毋是爱先有即个册名出来，咱较好写？安尼就用迄个，因是直接甲设定拢写出来嘛，对无？办公室，写。你家己生家己，所以这是一个轮回的概念。ABO 设定的，落雨声，一种还是落雨声。啥物？落雨声，落雨声。还是讲迄个落雨声、落雨声、落雨声。哇！哦，敢是安尼？落雨声，落雨声，落雨声。伫落雨的一天。哦，毋知要创啥米伫厝内。这会当 rap 呢？精神的 rap。毋知影创啥，就米伫厝内，只好来做一寡房间仔台。有无？有吼。抬阿公，袂使抬阿公。是安怎要抬阿公？伊讲阿公陪恁啊，啊，就是你袂当抬阿公咩？啊，原来是这个。哦 ，OK。所以落雨声袂当生落雨声。啊是伊袂当，啊是讲伊袂当袂生，无就无伊。伊袂当无生。袂当无生。对。所以落雨声即摆若是搁讲一摆伊袂生，那安尼伊就会消失去。伊就会消失伫这个世界上。情啊消失。所以大家人，
所以若是大家有看到，就是伊要讲出我袂生，大家就爱甲提醒讲，你会消失咯，你会消失咯。伊就会讲不要紧啊，反正我就是高二。OK，你真了解有声呢。即种型，伫办公室拄着吸血鬼。哦，树花，你是讲树花鬼？吸血鬼嘛是会使，我来想看啊。那时候拢有人讲啦，这敢会伤过无聊啊？这个标题。伫办公室出事，出事我哦，这有较趣味哦。发现家己，发现照镜，发现家己真水安尼。家己发现家己结婚啊蛮搞早，家己照镜发现家己哦，希比亚暗暗熬早。迄边暗搞早。请问大家有声甲因养爸敢有像？是讲啥物意思？生了无介像？即种神就生出鸟仔耳的我。即种神，伫办公室，拄着吸血鬼的我。含我，伊是安怎甲我的红色的字含我生做相像的厝火鬼。好，含我生做相像的树火鬼。对。好，安尼就是咱的即个册名。有声咧问讲，哦，伊甲伊养爸看起来无像，安尼是要安怎？敢有像？安尼要安怎？敢有像？什么意思？所以是安怎？所以是你想要甲伊较像？对啊，你想要较像，你爱讲呢？你想要较像，会当迄个整形。哦，一个精神。一个精神，一个精神。好，一个精神。一个精神就生出鸟耳的我，伫办公室拄着含我生做相像的树火鬼。好，安尼故事要为倒位开始咧？为办公室开始。毋是这个意思。无，We can 开始 now， 无要紧。We will。好，We will rock you。rock。是 Rick rock。rock you，就是你是 rock， 你是 rock 生出来。哦，你孙悟空哦。是有声是孙悟空，毋是我。我知啊，你比迄个石头搁较勇。We will rock you。我伫啥物啊？我的耳孔内底放上，袂晓写故事无。哦，我哪听即个耳孔内底。哪听音乐。好，我哪听音乐。哪想到昨的乒乓。哦，一切拢是为乒乓开始的。好，哪想到昨的乒乓。对。我无说你甲你。无要紧啊，拢安尼无啦。想到昨的乒乓，昨乒乓的代志，伊佫甲我的红色。你袂当固定迄个色，我甲你改。毋是即个色。我知，是咧。哪想到昨乒乓的代？是安怎？我写。好，你写。是安怎？
是安怎？民房内底的迄个人，迄个人，含我，含我生甲遮尔成。哦，所以因是伫民房内底才会当相见安尼啊？毋是，你都毋捌啊？哈，我就是大即声望着摆头壳内底想的，就是通常拢是爱先望着啊，对无？通常爱先望着，啊，结果等下伊就会想讲，袂赴啊，今仔日是第一天上班，结果伊行到即个办公室的时阵，就发现，多少？是安怎迄个人，甲民房内底迄个人生甲遮尔像？咁拢是安尼？对啊。哦，是哦，安尼就是我看了无够济咯。应该是安尼，若是平常时有咧看，大家会当应看卖啊。就是迄个轻小说，还是啥物货，毋是拢安尼？我较罕得看 BL 啦，好，嘿，至少我看的恋爱小说，迄个人，我看的恋爱小说是较无安尼，对。无要紧，生甲含我生甲遮尔像，嘿，含我生甲遐尼像，遮尼而像，且我是安怎对伊含别人有无共款的感觉？无共款的感觉。一切拢是为无共款的感觉开始的。对。来看一下老话吼，希比亚讲，想到五星遐的土味情话，完全会当用到这篇内底啊。罗武生，罗武生的土味情话伫倒？袂记得啊，应该是讲迄个顶一支影片嘛，是咧教迄个，哦，嘿，内底有一寡，对，内底有一老趴就是，师你爱家己提供的。无等下位遐招来。好，等下再来做。而且我是安怎对伊，含对别人？有无共款的感觉？对。我哪会感觉伊就是欠我钱？你知道我是安怎？而且是安怎伊？是安，而且我，你敢要开始写伊去办公室的代志？哈，会使安尼哦，我先写后壁安尼。咱有效率，分工。咱起标拢无遮尔有效率呢。吼。拜托，就想要看呢。好。伊是安怎要去办公室？伊有咧上班哦。有啊。啊，伊的办公室敢就是去找庙公这是的意思。迄啊，架空啊。这是 para，这叫啥？架空的小说。迄个了解。你会当甲我讲英语啊 ？We talk English。好啊 ，Let's talk in English。啊，会好个。in English。你爱确定？Office。写的物件是会当。所以即摆是安怎？我写英语，我写英文，你写台文。袂使呢，袂使来看无。而且我是安怎感觉伊含别人拢无共。现在要去办公室。哪会写甲遮欢喜啊？乱情啊！要改啊！你是安怎啦？你是安怎啦？乱情啊！你改做好笑是？袂歹啊！咱以后设定咱的即个乱情啊的时阵，就甲用做迄个猪仔的声，伊就会甲你改甲精神。恁敢无感觉，就是乱情啊咧响的时阵，其实你会就是起毛歹。因为要起床啊，起床足痛苦啊。起床够痛苦，要困嘛有够痛苦。哈，要困嘛痛苦。对啊，就无想要困啊。毋过精神阁无想要精神。对。这就甲迄个啊，这就甲寒天的时阵，
洗身躯共款，就是啊，伤冷啊，无想要洗身躯，啊，洗了就是啊，伤冷啊，无想要出去。啊，你有在洗身躯哦？有啦，你才无咧洗身躯咧。哇，你也唔知啊？确实是毋知，太有可能。无吼，今仔你是我我白讲哦，是啥物头一摆面试，还是头一摆啊？头一工上班啊，拢是做即种的对无？上班还是面试？面试啦，先面试面试，先面试。呵呵呵，啊，我知，爱先面试。啊，你一旦会拄着迄个，就是伊是公司数会贵。啊，伊当然会伫办公室拄着迄个，办公室拄着足温柔的人。啊，毋过因为伊无惯势，互人遮尔温柔对待，哦，所以就会想讲，伊无想要伫即间，伊无想要伫即间公司上班。结果伊后来就会，我已经要甲故事讲了。会使你讲啊，你继续讲啊。啊，伊等下就会，就是去，就是伊就决定面试了，伊就决定伊无爱伫即间公司上班对无？啊，伊就会开始面试后一间公司，讲即间公司我是1秒钟都点袂落去啊！呵，啊面试另外一间的时阵会拄着啥物代志？毋是，伊就袂，就是小出来拢是安尼。数会贵透早是安怎会出来？啊，因为伊有举雨伞，哦，即讲落雨天。硬要讲落雨，伊是好，就迄边啊，迄个设定嘛会使啊。会当拍日头的迄个伊树花贵，进化，就伊变种啊，啊，袂当拍月娘安尼。哇！哇，有先讲了好呢。对日头伤过强势，会使，真好，有够巧。今仔日是面试的日子。会当背，袂当背啦，袂当背，袂当。动物箱就是收啊，这毋是看倒位拢是收啊，拢总是爱有一个收啊。总收就是安尼，大家。我已经解释过啥物叫做总收，总收就是无论你去倒，无论你到倒，你拢是收。动物箱你毋免搁讲啊。呵，多谢律师，我真是毋知影要讲啥呢。BL 都毋是我的专，你是面试的日子， BL 都毋是我的专业，是安怎我会伫遮？要赶袂赴啊！你直接摕起桌仔顶的小胖。哦，毋免关乱情啊。哦，好，小胖会使。桌仔顶的，啊，毋过伊是素花粿呢。素花粿敢会食小胖？应该是食猪血粿吼。伊敢会当食桌仔顶的蒜头胖？桌仔顶敢会当是蒜头胖？好，啊，食一个就过面来。完全破坏素花粿的这个设定。好啊，蒜头胖啊。对啊，定蒜头胖。啊是你甲蒜头胖留起来，就是小等若是无说是抽到啥物 SM 的时阵会当用，就是啊，饲你食蒜头，无爱足疼安尼。好，都要定个小胖啊，小胖。哦，够无面筋啊！阿芬搞炸！我到底咧讲啥？有够细只，好久，两位阿芬搞炸！这个节目我是1秒钟就点袂落去啊！蒜头胖，今仔日是面试的日子啊！这间公司敢会是做蒜头胖？会使，原底唔知影。啊，这个迄个猫兄的这个讲。就温柔的要请伊食蒜头胖，哎，在这生气，人去血粿呢，人输血粿呢，啥物意思？是爱我饲你食巧克力豆的意思？猫仔应该嘛？你敢唔知啊？猫仔嘛我知，我知，伊袂当食蒜头胖，啊，伊就讲我是输血粿呢，头家你这个人嘿安尼。啊，然后伊就讲，好，我互你输。有人袂当食牛肉，啊，我就是袂当食蒜头胖啊，对。啊，迄个温柔的头家就讲，啊，无我互你输啦。对，无毋对。这听起来有够奇怪啦。啊，迄个头家就会甲伊，就是伊唱迄个唱啥？
穿衫，有穿衫，嗯，伊就会甲伊，伊就会甲伊领，伊领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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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无巴拉为了巴为了要甲你回信呢，我才互你输。巴巴拉巴巴巴巴巴巴巴。OK，我心今仔日，今仔日做欢喜哦。今仔日开心花哦。哈？我不想甲豆丁喷伫有声的身躯顶。有听是的呢，是的，是的，对呢。敢要伊敢要来找咱算小啊？ごめんね，ごめんごね，めん。ごめんね，叫姐。咱嘛是不得已啊，对，应该啦。是无声掉下来，对对对都是无声掉下来。对，请找有声算小。不管。放手，敢有好加抓白过？我想讲加一寡细节啦。互你加，互你加。毋管小胖敢有互加抓爬过，是安怎会互加抓爬过啦？因为伊昨昏半暝仔就囥伫桌仔顶啊，若无伊是安怎一透早就有桌仔顶就有小胖。啊，有影足细节呢。哇哦！啊，毋过吴先真爱清气呢，你爱确定呢？我就讲就是这是迄个吼，世界，另外一个世界，平行世界。迄个啥 AU，Alternate Universe。对，应该对对是安尼。应该是有人安尼写。会使啊，会使。对啊，那会遮细节啦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那爱增加即个。 OOC 哦 ，OK，OOC。OOC。哦，是。哦，标注解。OOC。我今仔日小过欢喜啊！安尼拢会写啥物 ？OOC。我写伫顶面，不要紧，拢会使。毋是人拢会安尼标。对，OOC 有嘿。OOC 有。呵。哦。啊，要赶白虎啊！嘿，咱嘛要赶白虎啊！嘿，紧来写哦。写40分钟，敢若写安尼。毋管小胖敢有互加抓爬过，直接插入去家己的喙内底。喙内底有够粗鲁。我嘛变分人啊字。无要紧啦，我感觉刷去。啊，毋过。拢家己人。直接插。你讲怎样？就是伫，我感觉伫 BL 的世界啊，就是俘虏的世界，就是你讲着钱啊，讲着赚啊，讲食啊，讲着。俘虏就会做兴奋安尼，就会开始欢喜啊。对，哪都相信你问大家，敢是安尼啊？大家敢有欢喜？大家讲读入去好毋好？敢是安尼问？嘿。小胖小大会记着。爱安尼写哦。嘛毋免。差一点仔险仔记着。哎呦喂！哎呦喂啊！等着心。可来咧。你现在去上班？坐公车？行路。行路好。啊，毋过伊要迟到啊，伊用走的好啊。哦 ，OK。而且伊袂当日头嘛是袂当跑上久。哦。毋是讲有迄个。骑 U bike，我伫甲讲骑 U bike， 好，骑 U bike。安尼日头要安怎？伊爱穿一个。骑 U bike。穿一个雨衫哦。对呢，伊无穿衫，伊还袂开始穿衫呢。哈？
所以伊咧困的时阵是无咱去面试爱换一个较正式的。对。哦，遐么记着，好啊，安尼要安伊怎？今仔日穿什么衫？应该拢是写字，若是要面试，写字通常是写字。穿雨衫内底无穿，你无还无无无确定呢？你爱确定，太有人安尼去面试的，到底是咧面试倒一道啊？毋通个教育部啊，真正对啊要出代志啊！莫来，教育部莫来。古米，哦，机车挂机车手套嘛会使。我感觉骑 U bike 较好笑。你是咧歧视骑 U bike 的人呢？你是啥物意思？倒位好笑毋？是，大家爱想一，就是即个速会贵咧。其实速会贵的是会当飞对无？哦，无一定，毋过有真济是会当飞。对啊，伊无飞去骑 U bike，你嘛会当到位才发现，啊？我会当我明明就飞，会当用飞的，是安怎我骑 U bike？好，就安尼决定啊。你嘛是会当飞啊？毋过你平时啊拢行路呢，而且你行路哪想更较紧哦？好，无要紧。速会贵咧飞是用迄是用个，浮的，敢是安尼？还是用有色啊？大概作品嘛无速会贵敢共呢。有色？有诶有啊，有诶就是我哪想有读过，有诶是无甲迄个树花鬼甲恶魔分甲足清楚，就是会有灯塔啊，就是伊会当用啥物恶魔诶力量，啊，就会当拍生出即个石膏安尼。啊，若准我来写，就会用迄个。就会用迄个能量饮料的力量，啉一粒，互你一对石膏啊芳，啊，这就会当接一个叶配对无？好呢，啊无你安写，你若毋惊风过，你就安尼我惊，会惊。伊先穿鞋子对无？好，爱先穿鞋子，互你一对是够了，拍伊飞到公司才发现，伊的衫破去啊，所以伊就穿破鼓鼓的衫，你要讲。OK。好，就安尼。伊安怎？鞋子穿好了，鞋子穿好势了后，好啊，无互伊念一个啊，互伊用魔法好啊，无我惊讲会互迄个饮料公司过。好。我随用魔法来讲，点开我黑暗的石膏，有够中字。办公室是安怎是迄个色？对，是安怎变个较红？用尾条把色，哈？哦，你讲我色？你是讲今仔日是咯？主题敢若是生囝，对啊，无等下到囝哪有遐早生？对啊，你爱先有迄个啊，先豆豆做伙啊。对没？啊，无就讲今仔日无咱赶进度，就是顾白了，就随生囝嘛是会使。哦啊，伊强迫伊生囝，伊若是有石膏，伊就是鸟仔类，会当互伊生卵对无？哇哦！哇哦！好，今日就生一粒卵。咱的设定就是迄个有恋爱就会生卵安尼。牵手就是有个人会感觉牵手就会大腹肚，共款的道理吼。有恋爱就会生卵安尼。你继续写石膏，飞去公司，啊，我写到面试的公司开始。好，到面试的公司，就飞到楼骹发现家己的速回贵是胎，就是生。啊，伊敢会饲奶？我感觉饲奶的设定嘛真好，毋是好笑。饲奶的设定嘛真会落去啊。你想要饲恁，你着，迄是恁囝呢，莫对家己的囝有迄种。毋是。哦嘛，无讲饲相吼。好啊，莫摕迄个奶来讲笑，安尼无介好。检讨，就先记一个伯伯。
哈？白白白白白白白就是哦，叮叮，毋是白白就是白白就是迄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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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好的意思。毋是什么啦？白白就是我夜晡的英语啊，啊哈，嘿，哦，OK，bat，OK，白白。好，后面市公司楼骹发现家己的衫破破两个坑，糊糊，破狗狗，好，袂记得今仔日，袂记得今原来是请下子。仔日穿鞋子，鞋子。老母先毋通过啦，无要紧啦。你爱袂，记得今仔日穿鞋子，对啊，你若有啥物不满去找比如讲吼。位远远的所在，远远的所在，看到一个足成伊面梦的时阵，是看到的，迄个人，迄个人，命中注定的人，对远远的所在看到即个足成伊面梦的时，看啊，等鸟耳的设定爱出来。哦，毋是鸟耳是伊呢，毋是啦，伊是有鸟耳。伊是苏慧贵啊，咱下一主角是苏慧贵啊，是修啊，标题咧，毋过苏慧贵用杯即个部分我真介意呢，無咱交换。毋是啊，毋是，免搞我，就是标题等下改者。好，等下才改。等下再改。好，就咱先对远想办法。的所在，看到一个，你，所以伊是无鸟耳的对无？鸟耳鸟耳的是对的方啊。人，对，就像迷茫的时，我看到的迄个人， OK。伊行我过来，我行我过来，扇我两个喙皮。多久？喂，伊是温哦，伊柔的鸟耳温柔，呢？扇我两个温柔的喙皮。哇，想起来就欢喜的。有的人介意啊。我毋是迄个意思，哦，就是无啊，我就是要，就是淡薄想要切歌讲，但就是毋是互扇喙皮的欢喜的人。应该大部分的人拢毋是吼。冠生嘛毋是吼。啊，毋过尊重就是尊重逐个人的趣味。伊行过来，伊行我过来，无要扇喙皮要创啥？伊行我过来，洗下摕互落啊，我，摕互我。条啊，伊行我过来，家己的衫，衫哦，烫互我落来。，对，哎哟，哦哇，会使。毋是等，伊爱先问伊敢有需要倒衫，因为伊是强势的人，伊爱先拒绝，啊，毋过伊就直接甲衫烫互伊，安尼才对。伊行我过来问我，问我，你敢需要倒衫工？你敢需要倒衫工？有先是安怎讲伊袂使啊？啥物意思？伊袂使安怎？袂使穿衫，会过面子。歹势啊，袂使穿衫，毋过这就是 OOC。完全 OOC。无等下就加一个甲伊食盐水，有够 OOC。我袂，哦。也无偷听，要倒。毋过夜晡的片仔就较歹，伊面应该无需要，敢是也是扁啊，就是问我，你敢需要倒衫工？这间公司卖的是新开发的产品是
NC 蒜头胖， ，NC 蒜头胖哦，加在咱这个 OOC 的有先介意食 NC，无啊，伊无介意啊，伊甲迄个蒜头做伙无介意啊。啊，对。对啊，伊讲素会贵食猪血粿，猪血粿，猪血粿，猪血粿掺 NC， 有道理啊。素血粿就是爱食猪血粿啊。对啊，猪血死嘛要，猪血死嘛要做粿。OK， 你讲啥都那个。文聪，安安，希望你今仔日看了有欢喜。希望莫互咱惊着，咱嘛是，阮嘛是不得已的。我甲伊的手安怎？会开。哦，就是拍灯，毋免遐歹吼。我甲伊的手，伊无伸手呢。哦，对，伊问尔呢，安尼就是我甲伊的喙。我无插伊。哦，我无插伊。我无插伊。伊竟然，我就想要看明仔载有想到底要安怎画。对。伊竟然甲伊的衫脱互我。哦。伫遮。伫我的身躯顶。哇。讲，咱两个真有缘，真正算你500的。OK， 这好，这我有介意。咱两个，你要拍我拍。我拍一下，咱两个真有缘，真正原价3500，即摆算你500，就好啊。雄无OOC 啊！这是不是应该爱迄个卡油一个？真正算你这原来3000吼，算你5000就好。哪有这么温柔的人？柔的人，我心想，我心想。我真是安尼写哦，这较有心诶。我心想，唔对，这个人，这个人有够危险。数学，敢是无介好，无介好。这数学可能是心酸教的。毋过，嘿，有时啊蛮搞早，有时为着面子，写了安怎？写甲毋敢讲。写了足好个啊！进度嘛毋敢讲，内容嘛毋敢讲。哦哟，面子。我是倒位？我伫乡。我一直抬掉我家己，我家己的你啦，笑到笑回来。笑家己食。为了面子，嘛是，干哪？我要请喷豆奶。有先讲即摆我要请喷豆奶，大家做伙喷豆奶哦。豆奶是咧。豆奶是咧啦。我毋是刁工的，我是故意的。歹势啦，歹势啦，我的豆奶，我毋是刁工，要甲你浪费。我讲这种。你敢有听过这条歌？无呢。这是啥物屁啊？一个歌手台语歌，叫做歹势啦。原来是讲我的青春啦，我毋是刁工，要甲我的青春浪费。你比我蛮搞早。对呢。敢是无介好？我是想要。敢是无介好？甲敢若无介好，敢是无啥共意思啊？
我感觉聊啊无这个共，人数学哪像无介好啊，甲。我知，嘿真是无介好，哦，OK，直接确定，真是无介好，对。确定无好。毋过为着等的，为着面试嘛是干那当买啊。有即种人，我我无得介意。是对，我是一秒钟都无想要，我是一秒钟对无想要转去看着伊啊，所以我就把我就甲我的目睭摕起来。对，倒啊对，这字是倒。我甲你顾一下头尾吼，毋过即种人我是一秒钟无想，看到伊啊。系啊，你是用即个啊哦？我拢用即个，哦好，等我一下。拢会使好。我毋知，好，无要紧。看到伊啊，看到伊啊，嘿嗨啊，嗨啊！嗨啊，低倒啊，低倒啊，毋是早就低倒啊！面试低倒啊，啊无，Ruby 头拄仔无 Ruby 暗暗，看到伊，无想要搁看到，哦对，无想要啊对搁看到伊，咱讲的甲咱写的无共的。对，无想要搁看到伊，还好面试低，紧来，紧来，紧来，嗯。有时今日咪，敢若摕3000个家斗生囝，哪有你是生人，毋是生囝？好笑。今日去办公室，我来，哦是哦，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紧来。今日去办公室，我看到迄个变身啊，好，即句水，看到伊问迄个变成我讲，伊问我讲，问毋是问。问我，我讲，伊问我讲，我讲，伊问我讲，你敢是今仔日？透早拄着的。你毋是？你敢是今仔日要来面试的人？然后呢，我都应讲，毋是，我毋是人，我是鼠的鬼。呵，到底是咧写啥你啦拍？你拍，好，你拍你拍，伊这边出无互我版啊拍。啊！我知，就是行销的小说要出版，这就是后壁迄个你袂坐哦？副刊，会夹伫迄个册内底。这应该有带入去粪扫桶呢。你会啊？你敢看袂出来？哦，我嘛看袂出来，我家己咧写的人都看袂出来啊。歹势，我毋是。然后咧，我是苏回鬼，哦好，你一个变身啊，是安怎伫遮？好，啊对啦，嘛是爱有一寡，对对对，对对对，你一个变身啊，是安怎伫遮？因为我要甲你生囝。安尼敢会伤紧啊？绝对会。对，敢若搁一段，啊，毋过会使，就是等下就会当随来随生囝哦。对，哇，即摆的 BL 节奏拢遮尔啊赶哦。就是无说你生 CSK 暗暗讲 CSK 暗，啥物叫做无细字生囝？后摆较细字的。毋是呢，啥物你这个啦？变身啊，是安怎伫遮？戆囡仔，我是你头家。哈，啊要面试就做头家？哦，因为我总形通常象。拢是安尼啊，就是哦，
袂讲敢会甲这放伫，袂讲敢会甲这放伫小说的网站内底。应该是袂哦，袂讲应该，袂讲应该是袂放哦。就是已经想着，就是这个动物生的后代要创啥，就是袂讲，后代是啥物意思？就是后事啊。好啊，无遐紧。来直接。我是你的头家，我是你的头家。你安尼是咧生火？弟弟，你安尼，生火，生火。到底是安怎啦？你安尼是咧生火？我是你的头家。哦，稻谷呢？查某鬼，我是你的头家，你安尼是咧生火？这间公司。我是1秒钟就点袂落。哦，稻谷哦，有够厉害！哎，国中生，足久无看，这敢会当互国中生看？爱确定啊！来，好，我来倒拍。这间公司我是，这是迄个，这是迄个。上讲的可能。素花鬼讲的。是不是爱用一个啥物 emoji 来标一个？好啊好，我来。好。头家，咱用素花鬼我互伊。素花鬼。OK，会使。头家。哇！你敢看得出？国中生买入坑，你搁想讲歹？我家己写的，我拢无法度。头家互伊一个啥物咧？你哪会当安尼讲国中生？讲我就好啊！你安尼，你莫安尼，袂当安尼甲信众朋友讲。I worry you. 我烦恼 I worry you so much. 头家互伊一个，头家。互伊一个猫啊！喙唇。哦，毋是猫啊。喙唇。毋是我讲毋着句啊。哦，我来倒讲。哦。等下。嘿。先来试看卖咱的新产品。新产品。盐水蒜头棒。先来。结果伊一试就掉啊。一试就掉啊！伊敢袂过敏？过敏的解药就是我，就是头家。就是伊遐足温柔的呢。倒位温柔？你我是你的头家，你安尼是咧算伙，这叫做温柔。你温柔的讲啊，我是你的头家，你安尼是咧算伙。哦，一个温柔的这个提醒安尼。是。我是你的头家，你安尼是咧算伙，我互你一个温柔的提醒。这间公司。臭花蛋。啥物啦？无。啊，食臭花蛋会着干嘛呢？等下，你懂？对啊，食臭花蛋会着干嘛？那你来呀，来呀，等我试。试食一个。咱公司的新产品。啊。盐水蒜头棒。好，伊真正会气死呢。盐水蒜头棒。搁想看卖？敢讲？你连我介意啥无介意啥拢知影。全工经即个我上无介意的。好，敢讲你连我无介意的物件拢知，不介意的物件拢知影。我上讨厌的3项物件，头一项盐水，因为食起来是臭；第二项蒜头，因为会过敏；第3项胖，因为是淀粉。啊哈！看
生就食盐水搁爱生囝，袂要紧啦。不要紧啦。敢讲，你连我无介意的物件拢知影。Doki Doki，doki，袂使，我无爱食。我是素会贵呢，素会哦，贵刷来都是呢，期待足久的，好，无我会。烫衫。那无，先烫衫还是先讲话？那讲话那烫衫，好，那无，来，我互你数。我想回落去啊！你家己写，用哦哪色个写？这真正会好过啦。会啦。我烫互你数，安尼敢会较好？无我已经无救啊，无可能较好啊。哦，好，安尼好，安尼安全。我烫衫，对，毋免烫衫，我甲我的领，我甲我的领揪落来互你数。哦，那抽会安尼。安尼，对，毋是手哦，是领哦，啊毋领。对吸血鬼来讲，就是哦，一定爱为遐。对，较好食遐个血较芳，是哦。我毋知，我无试过。我无做过素血鬼呢。有先讲又够好笑，你哪会拢知影？因为我就是你。好吗？我互你数，红盾是是咱你毋知的吼哦，无我先互大今仔日是家看哦，毋是，上头一个。今仔我毋是，我甲，你说，我嘿，甲，哒，嘿，我想，OK 哦，我袂当迄落对，顶，我紧我会使。我互你数 OK，我的颔棍互你数，哪讲安怎面头前的？无咩？哪讲？面头前的即个，面查甫嘛，头前的，竟然甲伊的啥物啊？领领，揪落来。救命！自作自受。对。溜得来，过来咧，看到颔棍就挡袂牢啊！挖过来，爱挖过来，哦，哇，有够会落伊，搁挖过来，搁挖过来。佮换过无歹势。哦，好，等下。多谢。是安怎你遐看到的，就是素花鬼是红色的，我则打起紫色的。好啦，不要紧。哦，可能咱电脑无共。结婚啊，这毋是我讲的哦，这毋好讲哦。这是你讲的。这教育部毋是咱的问题，毋是阮的问题吼。讲咩？是的呢。搁我过来，过来咧。过来咧。若无来，我互你数。已经讲啊。若无来，我互你数。你敢会数咧？咱的主角。主角敢会数？数你去死啦数！这主角敢会数？哦，投票你好，来哦，投票哦。就算无数伊嘛会调啊，就是。哦，看是数落就是调伊的血，啊无数就是调迄个胖。数落数，我知。
输了伊巴肚就膨起来啊！我无甲你讲的代志是，输坏会就会大巴肚。啊，然后就生人。啊，你敢真是搁爱投票啊？若是大家讲无爱，咱就就是接过来想办法。吴昕真是讲即句呢，我头头讲爱讲即个树立起死。真是吴昕会讲的话。那好啦，你就想拍讲树立起死。哦好。啊，讲了，感觉迄个是另外一桩代志。对。迄是。对。树会贵甲蚊仔其实差不多吼。拢会飞。你注意呢？拢会飞，拢会树会。拢有信。塑料拢会大巴肚。对啊，蚊仔树会生起对啊，对啊。其实这是爱树，所以嘛是树嘛。哦，我知。头家直接，伊就甲颔棍踢入去，太有可能啦！踢入去，太有即种代志啦！踢入去，踢入去。我已经开始对即个奇怪的剧情过敏啊！救命！会嘴。啥物啦？我想要讲会落去的物件，毋过无适合咱就先讲。我感觉你已经无救啊！颔棍甲喙比起来，颔棍毋是较大。嘿，所以咧。所以小大无法度。无法度就无法度啊，无法度是要安怎？啊，毋过伊的花已经就是已经食着啊。哦，我知影有迄个其他的社会鬼的故事内底，强逼要强逼甲别人食你的花，就是你就直接伫你的手骨划一刀，滴入去伊的喙内底，就好啊，毋免遐麻烦，毋免啥物甲你的颔棍插入去社会鬼的喙，搁想看觅。袂当啊，这安尼较有画面啊。是有画面啊，毋过嘛是有够奇怪的画面吼。无你规去夹喙齿，夹伊迄个 kiss， 嘛会使吼。kiss 哦。无咧，卖，拢要生囝 ，kiss 一个无差。头无吞落去啦，你较注意咧。先怎个头吞？我头壳的画面是。你叫是草稿啊。一个人的颔棍，伊环的入去伊的喙内底。环？对，就是你是头向一边。嘿，头向一边安尼。头压落。往人伫你的正手边，你就踢过，安尼。了解。对，是安尼。好，欢喜就好。厝花鬼食着，对，头家。头家的花。感觉规身躯烧烫烫。规身躯汗，强马冰霸。规身躯烧烫烫。好，烧烫烫。敢若有，敢若若像若像火咧烧。若像有火咧烧。无咧。生火。若像有网加，若像有荷糖。若像荷糖加。对啊。若像荷糖加着袅袅的感觉。有先讲，因为伊的花内底有蒜头，有道理。对。袅的感觉。头家讲，
因为我的血内底有蒜头。什么啦？其实是，你真是要安尼讲啊？其实这是春药。我透早上班进前有食。这有够莫名其妙的。好无要紧，你欢喜就好。哦，咱看明仔载要画图的人。哦，你讲一粒蒜头就比这较好呢。好啦，其实我透早出门食足侪蒜头安尼。那就其实我透早，我逐工透早，那就有通等，伊爱讲，是安怎我的身躯会安尼？好，是安怎？是安怎？伊公司开发新产品啦。是安怎我的身躯会变甲？对啊，今仔日起床无代志，就食春药好啊。哈哈。这真正是食毋着药啊呢。我知影今仔日拄着，我知影今仔日会拄着你。哈，我都先食一个。若要解套，就甲我生囝。若是你想要解药，就甲我生囝。哈，真正爱写春药哦，毋是写蒜头。无啊，对啊，就是蒜头。蒜头吼，蒜头就是迄个春药的配方。对。我对这个素花鬼就好诶，无互伊直接食春药。OK。对。因为透早拢会食 NC 蒜头胖啦。NC 蒜头，食偌济？食10块安尼。10块哦，10块，好啊。10块你食袂饱，我知影。我无食过 NC 蒜头胖呢。后是我后摆烘互你食。我会使。为着咱的这个。烘互有生食。你会使为着实验食这小蒜，请就是惯性食10块 NC 蒜头胖，就有生去夹看卖，看迄花敢有蒜头味。卖，我则无爱互伊加，卖互伊，我则无爱互伊加。若无拜托，迄落庙讲好啊。是安怎我的身躯会变甲安尼？其实为着阮公司开发的新产品，嘛逐工透早拢会食10块NC 蒜头胖。过来咧，若是想要，什么啦？听讲我想看嘛，若是想要，若是无甲我生囝，就会永远拢安尼。但怪，若是听讲，即摆到底是要甲骗还是安怎？毋知，毋过今仔日应该是爱拼一个囝出来吼。对啊。对。即摆敢若看着影爱生囝出来。对，看一个影生一个囝，无咱影一个吼，看即个标题吼，标题都毋对啊。标题还袂改。一种新的生出的，一个种新的。咱讲即个头摆面试就要迟到的我，头摆面试就要迟到的我，伫公司楼骹拄着和我生做就相像的变身啊！OK， 这袂歹，猫仔鱼，读一下老话，我伫骹讲，就是因为食着迄个盐水蒜头胖，所以咱的这个血有产生变化。应该嘛对。伊就是食伤济蒜头胖啊，规个血拢是蒜头味。哎呦喂啊！哎呦，
春药是那有蒜头口味，毋是啊，毋是，是迄个，毋是是蒜头，就是春药， OK，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苏花贵会惊蒜头咧，原因其实是安尼。是因为伊会哈萨斯，好，永远拢做热都莫穿衫。有人讲安尼生就对啊，好，恁家己私底下处理吼。安尼生就对啊，那安尼要直接生出来哦。安尼生就对啊蒜头，胖，生蒜头胖哦，遮刺激啊！听讲，即种状况，即种要生囝嘛，要用着张五行先师甲咱教。听讲即种，对，听讲即种状况爱出过才有法度解决。需要含。听讲即种状况需要含小小来看笔记，小安怎？小爱含我合房，好合房，含我行房好啊，行房好，行房才有法度解决。房，加糖钙，加糖钙毒。到底是安怎安尼？我才不爱。对，这是伊会讲的话。我哦，你敢有迄个咧喘的迄种感觉？我才无爱。安尼吼，你哪只欢喜啦？我要紧，我会等你。等啥啦？因为伊温柔啊。哦，人就讲无爱，搁要等。哦，这嘛是。等你愿意，我会一直等，一直对伫你的身躯边。安尼超恐怖啊！对啊，有够恐怖呢。我要紧，我就是互伊恐怖。家己讲愿意。哦哇哦！讲愿意，对。伊是温柔的，所以会讲袂等你。无啊，伊爱用温柔的开口讲，林爸会等你哦。安尼啊？真哪有好笑啦？那无好笑。我总认真呢。现在逐摆惯性认真的时阵，大家拢做爱笑。迄个竞选影片嘛是。我有够认真呢。无要紧，我会等你家己讲愿意。你在讲啥物？好，我愿意。哦，我叫是讲啥物？以前无愿意，即摆无愿意，以后嘛无愿意。啊，你讲啊？对，即种作后的，就是无愿意，内底都有愿意安尼。你敢会有就是怪人甲伊相会？哦，即种无好的习惯。对啊，对。无这教育频道。即摆才讲咱是教育频道，可想看觅啦。为一开始都莫名其妙。好。安尼要讲啥？好。愿意。哦。好，我愿意。请问即摆要安怎小？哎呀，过程袂当写呢。过程应该袂当写。我知。过程请就是 Ruby 交作业。OK。先做爱针对 Ruby 啊，大家拢会当交，咱来选一个大家较介意的。我来写。这就是大家今仔日转去厝的迄个工课哦，迄个作业哦。今仔日的宿题。对，今仔日宿题。宿题就是，今仔日大家宿题是。把过程写出来。好，刷来。什么过程？凊彩拢会使，看你要做
你爱清水蒜头的，芳的过程，还是吹粿的过程，对对对，啊，搁真是吹一粒粿出来。Ruby 出来呐，多谢 Ruby 好 Q 啊！Ruby 想讲，我无想要写这种莫名其妙的。哦哇，什么意思 ？Hebe 啊，你是咧讲 Ruby？哦，袂当安尼呢。莫伫我的频道玩家呢。莫啦。啊是讲伊家己，较有可我笑到能。要砸掉。哎呦，好我愿意。最后我看卖哦。最后是安怎？10当了后，牵着因的囝。10当了后，已经有20个囝。一当爱生2个，佮免休困。拄啊，敢有？互你？敢会？敢会足疼？哦，你这当若是要写迄个盐水蒜头芳的过程，嘛毋知影要安怎写甲足伊可疼。能无说你，就是哦忘着笑笑啊。好。头拄敢会足疼？敢需要我甲你呼呼？哦，敢？我已经头壳足疼的，写这写甲头壳足疼的啦。我愿意，毋过这是办公室呢，我来回应一下主题。这是办公室呢。哦，有先讲是摸着蒜头，所以足疼。无要紧，我来宣布，哈，宣布大家今仔日下班。对，今仔日哇提早下班，哇结果其实即晚才下早10点半。哇！做因的员工袂歹哦，莫名其妙就捡着一工休困。哇，今日哪会？即晚到底是咧写啥？即晚敢阁有啥物顾虑？伊真正就温柔啊！最后做温柔好，知影啊。啊，无，你会当开始啊！啥啦开始啊！ ？Ruby 讲，若是伊写，伊就会写迄个18岁以上的哦。嘿，你会当写？我紧啊，你当写。是写的人爱确定的，阮做确定的。头敢袂足疼，敢有疼着？上紧啊，敢有疼着？敢有疼着？ OK， 敢有疼着？敢有疼着？这影啥？要安怎生囝？对啊，无生囝咧。无啦，无啦，无痛着。才无需要你关心。雄哥变做正常的女生啊！对。哦，那变来变去。才无需要你关心。我要去放尿，我要去放尿。啊，放煞就牵一个囝来。才有一个囝？是安怎？是为倒位放出来的？放出一个囝，佮想看觅呢？放尿时间。叭叭啦叭梆。哦，到底是啥物莫名其妙的？啊！哒啦哒哒哒啦哒哒啦哒，哒啦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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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安怎？有囡仔哦。飞出来。哈？哈？是安怎有？是安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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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生囝？哦。
真正是安怎？无要安怎嘛？我敢若想着就是头家要讲啊，我袂记得甲你讲。啊，我袂记得我袂记甲你讲。甲你讲。哦哇哦哇！即种，等我看头拄是，即种解毒的作用是是生囝。生囝，你平常时到底拢看啥物款的小说啊？是生囝。另外一种啊，若是后摆你拄着即种状况，吼是嘛，安怎个会拄只要着？啉白茶就哎当解毒啊！这有够过分的呢！哦，真是变身啊！当解毒啊！真是变身啊！OK，我生囝，这到底是？这规篇完全看无咧写啥啦！是安怎会囝？救命啊！哦，爱温柔，爱温柔，毋过毋过免烦恼，我会负责安尼。这条哦，这个囝含你的后半世啦，我拢会照顾安尼。我哦，一定讲毋免。我拢会，我拢会。你嘴柠檬爱叫暗暗，照顾。那一集内就看到这。我爱切歌吼，这录心写的吼，你看这个，咱有讲过好哦，粉红色的字拢是录心写的，哦，这后壁拢是你咧写。哦，我今日就一个花干仔吼，就伫你的边啊。哦，负责开台，互你黑白讲话安尼。我没有讲，这个袂当放伫迄个小小的副刊。来，敢有听到庙讲，话讲袂使，可能大家无听到。我你到啥里啦？初见平安。我从来毋捌听过庙讲话遐大声呢。我头一摆知影庙讲会当话遐尔大声呢。即摆，咱敢是就是我来帮大家认小讲者，啊，就今仔日其实就写到遮，啊，大家记得高兴嘞。威力暗暗。就是吼，这个故事啊，哎，一开始就是伊精神，结果伊就哪听音乐，哪想着昨昏咧困的时的代志。是安怎？就是眠梦内底，伊梦到一个甲伊足像的，啊，然后咧，伊就准备要去面试，所以伊就到公司的楼骹，撞到公司的楼骹。啊，伊飞去啦，伊飞去，因为伊有生对做，有实故。对，因为伊有事故，啊，所以就是伊飞到公司，才发现伊的衫破过，啊，就拄着即个猫耳仔的人，啊，就甲伊眠梦的时阵足像的迄个人，啊，伊就甲伊一领500的衫卖伊3000，伊就想讲，即个人是安怎？就是竟然是一个变身啊！啊，毋过伊的面试要迟到，所以伊只好甲伊买。啊，后来
就发现这个人是伊的头家，啊，伊就请伊食蒜头胖，啊，毋过因为伊是素花鬼，所以袂当食蒜头胖。到尾，伊别跟你讲盐水哦，是盐水蒜头胖哦。哦，盐水蒜头胖，盐水蒜头胖。啊，这册是阮家己写的哦。嘿，有厉害无？盐水蒜头胖，互你数，是互你数。无，我会回互你数。对，因为伊无爱食盐水蒜头胖，这个温柔的头家就讲来，无我互你数我的血。啊，后来伊就中毒啊，这个说是中毒啊，啊伊就中毒啊。这个解毒的方法就是这互大过程家就请大家交熟地吼，交这个作业啦。讲话就是讲话惊房才通解毒啦。对，啊结果后来最后尾啊，对，就生出一个囝，啊这个头家就甲讲啊，袂记得甲你讲啦，即种解毒就是即种解毒方法的副作用，就是生囝。啊，若是后摆你搁拄着相像的种，你着加啉白茶就当解毒。啊，毋过免烦恼，即个囝含你的后半世人，我拢会好好啊照顾。 OK。多谢大家。Ruby 问讲，敢有刀哥用的 tag， 无咱即马决定一个 tag 好啊。这就叫做 Baby 生一个。你看敢好？咱甲迄个生爸的分开。好啦，好。今仔日敢若生一个吼。对。佮有99个爱生。未来看要生几摆，就家己决定。或者你时间足济，豆豆仔生。豆豆仔生。大家会使来食豆哥。赞！多谢大家啦，多谢大家。哦。大家做欢喜的呢。赞。你上欢喜啦！我有淡薄烦恼啦。我的频道敢要互禁掉？我再开伫你家。哦，互禁掉，我找你算小。无啦，我是较惊明仔载有声的频道。对啊，伊到有声嘛无欢喜，伊是上大的受害者呢。这个就是这个文件，这个文件，敢是会放伫？爱，应该爱放互大家看。爱，好。等下再来。好，等下再看互大家。对啊，会破一个文，顺续嘛加迄个 tag， 佮标一摆。耶！新川冠星写袂出来你着像咱，着像阮今仔日安尼写就好啊。你着找一个足够练小话的朋友，你会使找你的同事，你会当找你上差的迄个同事，甲伊做伙写。一定毋是我。一定毋是你，嘛毋知影是啥吼。我敢若，陆天讲我嘛有敢若一个同事尔吼。毋知影是啥，反正是袂晓讲啦。一定是袂晓讲。我相信今仔日大家，若是咧写的时阵，一定会足欢喜的，所以。负心无欢喜啊！要紧啊，我也无要紧啊。今仔日大家欢喜，就是明仔载有心的痛苦。大家认真写。哇 ，Ruby 甲同事感情无好，我嘛是共款呢。我嘛感情无好啊。我甲同事感情嘛无好呢。那离较远的啦。好，离较远的吼。离较远的，拜。好啦，互你转来啦，好啦，今仔日敢是差不多？对，差不多啊。有写互大家一个交代哦。敢若无互教育部一个交代尔。无教育部啊，都有教育部。等下别讲来找阮算小。我看今仔日是免食宵夜。好啦，今仔日的直播差不多到这。大家爱去写这个速题吼，等下我会破一个文，提醒大家。
就是做期待，就是做期待看恁遮小弟哦。我嘛做期待哦，看敢会当比阮两个较少。对，好啦，今日就感谢大家，耶！嘛恭喜多谢，奥迪卡，多谢奥迪卡，嘛多谢多谢武生吼拍拼咧生囝，恭喜顺利生一个囝。然后呢，讲暗时间到啊好点名咯，看有啥哦。那我即马就开始。好，开始。竟然有这种功能，有喏，会使直接看大家的名。哦，莉亚暗安，你也暗暗，吉峰暗安，吉红暗暗，奥提卡暗安奥迪卡暗暗， ，Ruby 暗安，卢比暗暗，天边 P 暗安，天平比暗暗，乌船暗安伊酸暗暗， ，YU 暗安，我有暗暗，文聪暗安，文聪暗暗，吉吉暗安，吉吉暗暗，雅苏暗安亚苏暗暗，CSK 暗安， ，CSK 暗暗，游戏暗安，游戏暗暗，马良吉暗安，马良吉暗暗，威力暗安，威力暗暗，翡翠柠檬爱玉暗安，有暗暗，乌星暗安。乌生暗暗，多谢乌生的付出啊！那像有一个人无读到阿叔Minecraft 定时教育暗安，暗暗，嘿阿叔讲无讲着？那像你是有讲亚叔对不？对啊对啊，我想讲，阿叔们，我是卡雷什么？别别别，上么？我是卡雷什么的？有先老师讲话，乌生，我是卡雷什么的？两位有先拢辛苦啊吼，嗯，好啦，好啦好啦，那呢？拜拜。拜拜，赞呢，爱起赞，爱起赞，爱起赞爱订阅爱起赞，爱投入对，改，爱订阅，对，爱到就改，下骹有下骹的连接，搁爱投稿安尼，搁爱对，交作业爱，投个，嘿，我甲辛苦啊，今仔日算啊足欢喜的。甲即个直播毋是生互你，甲即个直播分享互你所有介意看有生生囝的朋友。拜拜拜。拜。好，袂歹。